畫面一出啦，梁球居嘅球員亦都準備出嚟啦。簡子純啊，8號啊。1號譚凱琳啊，2號莊彩琳，3號盧樂怡，4號何子琪泳彤，6號周允熙，7號曾樂心，9號鐘海彤，10號汪楚涵，11號關曉琳，12號黃樂，13號何文嘉，14號柳彤，15號梁佩詩，16號歐陽子晴，17號郭子源，18號簡佩詩。咁啊，領隊曹翠怡，主教練余炳生。仲有教練李偉恒同埋周子瑩。好，咁而家出場嘅，哇，都好多 fans 支持呢個梁球居啊！見到鏡頭。好，劉月欣隊長，拔萃女書院。2號鄧心妍，3號黃詠千，5號李海琪，7號馮子晴，11號成慧欣，14號包喜瑤，16號湯明月，17號張子慧，18號鐘敏如，20號陳詠欣，23號梁博希
劉希林啊。29號鄭舒晴。37號吳卓欣。54號溫蓉啊。好，領隊曾月明老師。主教練劉建斌，教練李文雅、陳金玲。哇！啱啱咧都見到拔萃女書院教練團好星光熠熠啊！李文雅同埋陳金玲都係女子港隊嘅成員嚟嘅。咁啊，加埋阿斌啦，都係男子隊啊，咁啊，成個教練團都好豪華。係。咁啊，球證胡之樂同埋吳傑兩位都係好資深嘅球證啊！哇！啱啱睇翻咧呢個年紀咧，阿鄭舒晴係13年出世喎，佢係13歲嘅啫喎，但係佢我睇咗幾場波咧，佢係正選上陣，咁唔知一陣會唔會都係佢打正選先？因為咧，其實舒晴咧就曾經係我嘅學生啦，咁佢就喺可立小學嗰度畢業嘅，咁就入讀咗呢個拔萃女書院啦，咁啊一個細個已經係玩幾項運動嘅球員，即係運動能力係好好啦。咁不過都冇估到，就係一上到嚟拔萃女書院，其實就已經有機會係咁多嘅出場嘅時間啦。咁啊，雙方先禮後兵啦，就握個手，咁啊賽前影張相之後咧，就準備場上就廝殺㗎啦。係，其實睇落咧就真係好感動，因為咧以前打精英賽咧都冇咁大嘅規模去做呢樣嘢，咁而家有咁大規模之後咧，就係球員進步啦，球賽都進步啦，咁香港手球其實一步步都進步緊啦。係啊，就好似啱啱提到啦，即係已經年紀越嚟越輕啊，即係可能小學嘅手球比賽都搞得越嚟越好啦，越嚟越多嘅小學嘅球員會玩呢個運動嘅時候咧，你見上到中學啊，其實嗰個精英賽嘅水平都因為咁樣而越嚟越高啊。咁啊，阿舒，不如賽前問一問你，有冇話點樣睇嚟緊呢一場女子季軍戰咧？我會話好緊湊咯，因為我由佢哋8強開始已經有去關注佢哋。咁其實佢哋每隊都好特色，同埋咧落到嚟咧，佢哋兩隊嘅主力其實都係偏年輕嘅，咁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考驗啦，對於佢哋年輕球員喺呢個咁緊張嘅季軍戰，有一個咁嘅球場，其實我覺得會係令到佢哋特別緊張咯。同埋我覺得，與其話呢一場係即係爭奪季軍，即係爭奪嗰塊銅牌啦，其實我覺得係因為雙方都好多年輕嘅球員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場波咧，我覺得會係一個對佢哋未來嘅一個好好嘅養分啊，一個鋪路，就係未必即係今日可能未必係晉身決賽，未必係爭冠軍，但係對於佢哋學校手球隊日後喺嚟緊嘅賽事去打入決賽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我自己覺得。即係就咁睇頭先，舒晴都應該係中一嘅，咁可能佢可以打6年添啊。係啊，即係我哋有機會可能6年嘅直播都會見到呢個球員啊。咁就係好難得㗎，因為以往嘅精英賽其實你落得場嘅，基本上你最少可能一定係中5、中6啦，即係中4落到場已經叫做好犀利啊。咁但係舒晴今日仲犀利，中1就已經係落場就打呢個季軍戰啊。咁啊，見到其實球場嘅中圈啊，都已經係有個好靚嘅標誌喺度啦。咁啊，因為 Biolay 啦就贊助我哋手球嘅精英賽啊，咁就所以咧令到就咁影個場，其實你見到個中圈已經係有啲唔同啊，同即係我哋以往嘅精英賽啊。好，咁就都睇翻現場嘅差唔多開波啦。好，
好，咁而家可以睇下呢個女拔嘅正選啦，你會見到咧有5號啦，5號李海琪啦，2號咧鄧心妍啦，27號咧就係劉希林嘅。咁開波啦，而家咧右邊開波攻左邊咧就係梁球居，咁就係深灰色衫嘅。咁左邊淺色衫咧就係拔萃女書院。咁而家佢哋開波都先摸下個波先啦，因為咧個波因為都係第一場比賽嚟嘅啫。咁啊見到就係做咗個左邊嘅轉位，然後咧打翻去左邊啊反波浪。咁啊，但係啱啱開波啦，相信雙方球員咧都仲係好集中啊，即係唔會咁容易就俾對方突破到啊。好，一個 taking 嚟嘅，梁球居繼續有球權。咁樣梁球居嘅打法咧，其實普遍咧都係走啲大走動啦。頭先見到佢由右邊走到左邊，咁啊尋找機會去射波。今日啱啱見到8號啊，簡子純就突破，但係就俾對方防守成功啊。應該都係 call 一個大走動啦，係啦。今次左揾右，機會遠射。咁啊中咗個右上角彈出啊！鏡頭顯示個14號都係一個中一嘅同學嚟嘅，阿柳彤啊。咁佢上年睇翻小學界，佢同阿劉希林都係喺學界小學嘅學界度打到呢個你來我往。咁但係就嚟到呢個1年後就直接喺精英賽度對決，都真係非常之特別啊！咁啊，我覺得尤其係要睇下拔萃女書院劉希林今日嘅發揮啦，即係佢作為隊中嘅主力。咁啊，而家見到做咗個左轉，咁啊鄭舒晴埋到中間，就第2個左轉，咁啊突破。咁啊，但係咧就喺防守夾擊底下咧，就球證吹咗個9公尺嘅自由球啊！咁啊，仍然係拔萃女書院嘅球權。咁啊，暫時見到咧，其實拔萃女書院嘅攻勢咧都係多由呢個舒晴啦，同埋咧希林咧兩個球員去作為一個起動點嘅，咁啊再不斷去帶動個球嘅流動。咁啊，呢兩個球員所以係可以話球隊暫時上半場嘅發電機啊。同埋一樣都係左轉啦，咁啊轉咗鄭舒晴去中間，咁啊再俾翻希林。同一個套路咁，但係咧有啲傳球甩漏啊！咁啊右邊自己一個轉身，咁啊15號啊，劉月欣啊，一個好華麗個人突破啊！咁而家就1比0，咁時間又打咗差唔多3分鐘啦。咁啊，其實啱啱嗰個攻勢見到拔萃女書院咧，可能耐性啦，即係其實佢頭嗰幾球可能都唔係好順嘅。但係一路都係好耐性咁揾緊嘅機會啊！佢遠射，嗱13號啊，劉敏嘉咁啊作出咗一個遠射，咁啊大概喺10公尺嘅位置啊！咁其實可以再攞得流暢啲先射啊，有啲快啊！佢覺得佢頭先嗰個施射個時間度。咁啊暫時開段咧就見到梁球居就都係以遠射為主啊！咁啊相反咧。拔萃呢邊呢，就係好多嘅轉位突破，再去分球。好，再嚟啦，應該都係一個轉位走動嚟嘅。咁就舒晴轉希林，睇下係咪再第2個啦？今次唔係，希林自己想突破。咁但係咧， 14號柳彤係啊，就俾柳彤咧就對手防到啊！佢就知道你會做啲乜嘢咧？大概佢就早咗上嚟9公尺嗰度對一對你先，同埋一個搶點啊！舒晴搶去左邊，佢右翼空咗。37號吳卓欣啊，拔萃女書院啊，咁啊暫時2比0領先啊！落拔萃女書院。
咁我哋現場都聽到咧，梁球居教練咧就都有示意球員就係可以有機會嘅話，就可以作出一啲遠射啊。呢個突破，好靚嘅1打1啦！咁啊，7號曾樂心啊，咁啊為梁球居咧打開紀錄啊！咁啊一個自己嘅左副位置個人突破。咁一個右邊轉位，15號劉月欣啊，呢個拔萃女書院，佢都有嘗試遠射啦，而家。咁啊一個右副嘅翼手遠射啊，係啦，咁比數而家嚟到3-0啦，應該係3-0。3-1，3-1。3-1。哦，見到。咁就網上嗰度就未更新到，而家我哋睇翻現場先。咁啊啱啱咧就梁球居就有個突破啦，咁但係咧就哇呢邊好快話口未完啦，咁啊劉希林就自己作出咗一個遠射啊，咁就俾到梁球居3號嘅守門員啊，阿盧樂儀咁樣講出。哇！咁啊簡子純啊，就係一個真係好快啊！突破自己突破咁啊，追到3-2啊，其實呢個比數應該係3-2，就女拔萃領先1球嘅。咁啊，暫時梁球居呢邊都係靠住簡子純啦，自己嘅突破，好交叉。哇！呢個對抗會唔會有罰則咧？呢個 OK 2分鐘啊！一個正面嘅攔截，但係咧就大力得滯咧，就拱低咗汪楚涵啊，咁就被罰離場咗2分鐘啊，球證示意。咁啊，換言之，而家梁球居喺場上咧係打少一個球員嘅。咁啊，睇下女拔萃會點樣去部署呢一波人多打人少嘅呢2分鐘啦。好，咁啊，都見會聽到主教練咧劉建斌本身係一個安排嚟嘅，咁但係球員見到空檔就都自己突破咗啦。咁啊，即刻嚟個第2個2分鐘啊，製造到。咁啊，球證吳傑就示意咧7公尺再加2分鐘，即係再罰多一個球員離場啊。好，咁37號咧，啊吳卓欣啊，吳卓欣又入咗第2球波啦，7公尺。係啊，咁啊，去到4-2領先啦2球。咁啊，再加埋梁球居依家咧就打少咗2個球員。咁就另外咧，拔萃女書院都釘咗呢個梁球居嘅主力啊，啱啱見到。咁啊，相信教練劉建斌啦都好醒目啦，即係知道你打少2個球員嘅時候，我再揾多一個球員去釘咗你個主力，咁啊令到你嘅攻勢咧係組織唔到啊。咁啊，亦都成功咗啦，即刻有失誤。係啊，攞翻個球權。咁但係呢度咧有啲傳球嘅甩漏啊。6打4啊，而家進攻睇下佢點樣部署啦。咁啊，見到一個突破。哎呀，右邊亦有個空位㗎。呢球就有少少自己想去多咗啊。咁啊，15號嘅劉月欣啊，咁啊把握住打多2個人數嘅優勢啦，咁啊透過一啲入攝嘅分球咧，其實揾到一個防守球員空間嘅罅隙咧，就壓住埋去擔住個新射嗰個波啊。咁啊呢段時間咧，相信對於梁球居嚟講都幾難捱啊。咁佢要等多應該半分鐘先會有第5個人出翻嚟。咁啊啱啱見到咧，梁球居嘅守門員咧都上咗嚟幫手啊，因為已經打少2個人。咁但係一個傳球嘅失誤底下咧，就俾女拔萃攞球權啦。咁但係咧好彩，亦都再次失誤，咁就令到個波又去翻梁球居呢一邊啊。好，咁啊上咗嚟幫手啦，3號嘅盧樂儀。咁呢一個攻勢咧就有少少唔理智，我覺得，因為有啲太心急啦。係啦，打少咗1個人嘅情況下，咁而吳傑咧亦都再吹咗一個判罰，咁就係因為咧佢就示意就係佢
佢應該打到佢塊面。係啦，拔萃女書呢邊嘅球員咧打到梁球居球員塊面，咁但係咧球權咧就判咗都係俾翻女拔萃。係啦。咁就呢個判罰咧，應該就主要罰個人啦，就唔係罰個波啦。咁就啱啱罰2分鐘離場嘅球員咧，真係因為過咗時間咧，可以出翻嚟嘅時候咧，就偷個波啊出咗嚟，咁但係咧就有啲甩漏啊，咁而呢一球咧就成功防到嘅，咁啊俾呢個嘅梁球居嘅守門員。而家應該齊人啦，梁球居。咁啊做咗個小嘅戰術嘅走動，壓咗埋右邊，咁啊分到落去最尾，游 wing 有個射波嘅機會啊！咁啊6號啊，周允熙啊，咁啊比分嚟到5-3啦，咁慢慢其實都追近翻嘅梁球居。咁啊打咗大概10分鐘嘅時間啊，咁啊呢10分鐘咧發生咗都幾多嘢啊！即係有好多球員被罰離場啦。而家就到拔萃女書院打少一個，咁佢哋就5個打人哋6個啦。好，有個抄截，就俾梁球居偷到個波，咁啊策動呢個反擊快攻，但係咧又有啲甩甩漏漏啊！喺反擊快攻嘅途中咧，自己都失誤俾人偷個波。咁啊，教練一定係好勞氣啊！即係喺呢啲明明係反擊嘅機會，冇好好把握到。咁啊，睇下鄭舒晴喺中間點樣，即係控翻個節奏啊！即係啱啱嗰段咧係有啲雙方都好亂嘅。咁啊，見到有2個球員走咗落去入邊，分翻左邊空晒。咁但係射個近柱咧就俾啊盧樂儀係擋到啊！咁啊，雙方依家其實咧都已經係齊人㗎啦。咁啊，10號汪楚涵啊，一個咧自己嘅個人突破，好最簡單，急平環兒。咁啊將個比分拉到5-4啦，爭追剩1球啫。不過梁球居咧，主要一直咧都係靠個龍門啊去幫助佢做個防守啊。咁見到龍門開始擋到幾球波之後，佢就將到個分數拉近。咁啊，轉到過嚟，咁啊，劉希林，咁啊自己嘗試一個個人嘅遠射啊，過咗一個之後咧，咁射翻個近柱直線，咁但係就唔中龍門啦。咁啊，簡之純自己一個突破，咁啊，俾防守球員呢係攬低咗啊！咁但係咧就球證就冇任何罰則啊，咁令到咧梁球居呢邊嘅教練都好勞氣啊！咁啊，一個左邊轉位，再轉翻嚟左邊都係佢簡之純一個咧後冚，俾到7號啊曾樂心，咁但係就喺半粒半射間咧就笠過咗個龍門啊！咁啊，現場聽到咧好大嘅打氣聲啊，嚟自拔萃女書院啊嘅粉絲啊。咁啊，舒晴一個揾右邊2個交叉，咁啊，劉希林啊一個2個交叉之後咧，把握到一個嘅空隙，咁啊射咗一個飄住嘅遠處彈地，咁但係話口未完咧。梁球居呢邊咧就即刻咧打一個好快嘅反擊啦，咁啊又係佢8號簡子純啊，製造咗對方一個2分鐘嘅犯規喎。而家拔萃女書院都係打少一個。咁啊被罰離場嘅劉月欣啦，咁啊要注意下啦，其實因為
如果一個球員攞咗3個2分鐘咧，其實佢就會攞紅牌㗎咯喎。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見而家梁球居嘅打法咧，都開始打翻一啲偏突破嘅方法啦。咁可能一嚟就係想入去射波，二嚟其實都可能製造翻拔萃女書一個犯規嘅麻煩啊。睇下可以製造多啲人多打人少嘅機會。咁啊，梁球居呢邊就一個失誤啊。咁啊，同埋我諗雙方球員咧都慢慢開始摸索到今場波球證嘅尺度啦。咁啊，尤其係吳傑啦，暫時咧都比較緊啊，即係佢判呢個2分鐘嘅罰則。咁所以令到雙方球員係更加肯掠埋去，我哋要話，即係衝埋去嘗試搏到對方離場2分鐘嘅。咁啊，呢度一個突破咁咧。防守球員喺山閘嘅期間咧就慢咗啊，咁就令到咧進攻球員係照有個空隙跳入去，咁而導致到一個球證覺得係唔合理嘅碰撞啊，咁啊又罰咗離場2分鐘喎。咁啊，劉希林暫時打咗14分鐘，我諗呢個2分鐘已經超過咗7次㗎啦。咁啊。梁球居呢邊咧就請示一個暫停啊，咁啊教練都要部署一下啦。啱啱5-4嘅時候咧，梁球居係有少少優勢嘅，咁但係好快啦，轉眼間一個2分鐘，跟住就已經將個分數變成7-4啦。咁可能呢兩隊都要適應翻球證今場嘅尺度啦，咁可能喺防守上或者協防上咧嘅動作要再謹慎啲啦。係啊，我諗梁球居教練嗌呢個暫停嘅目的都係差唔多啦，即係都係要調整下成隊波嗰個防守嘅速率啊、上落嘅強度啊，因為暫時佢哋已經有好多球員係被罰2分鐘啦，咁亦都係對佢哋嚟講係好不利啊！即係場上面打咗呢15分鐘，其實佢哋好大部分嘅時間都係打少，甚至係2個人嘅。咁暫時而家應該都係5打5嘅，因為兩隊都有一個2分鐘。咁啊，相信梁球居教練呢邊咧都係咧會示意咧佢哋嘅球員啊係繼續咧衝擊呢個女拔萃嘅防守啦，因為個暫時球證嘅尺度嚟睇咧都係比較容易吹2分鐘嘅罰則。咁啊，暫時咧，拔萃女書院呢邊咧，劉希林咧就好醒神啊！即係開波15分鐘都好快入局啦，亦都有得分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一路維持住啦。咁而家咧畫面就見到咧紫色衫啊，梁球居呢邊3號嘅球員咧，就佢哋嘅守門員就上咗嚟幫手啊。咁啊，小心啊！因為咧依家係空籠嘅狀態啊。咁啊，8號簡子純又係佢啊！暫時差唔多全部嘅得分咧，都係由佢去包辦或者策劃。你見阿簡子純嗰個精神面貌咧，都係好專注。係啊，即係一場一開波已經係好入局啦，亦都冇俾即係暫時球證嘅判決啊影響到。咁而家女拔萃呢邊做咗2個逆位嘅湯入去中間。然後咧就依家跑翻位啦，咁啊嘗試製造一個其中一邊人多打人少嘅局面出現啊！咁啊，分到嚟左 wing 空晒，射翻個遠處2號啊，鄧心妍啊！咁啊，今場波第一球啊，應該係啦，心妍嘅第一球就射咗近處咯，第2球調整射翻遠處就入波啦。咁所以就係一個好嘅球員，除咗佢本身嘅個人技術之外，亦都好講佢場上嘅調整嘅能力啦。即係無論係面對球證嗰個尺度嘅不同啦，甚至乎係自己嘅狀態啦。咁啊，一個突破，梁球居呢邊10號，哇！啱啱一個好靚嘅急停橫移啊，好紮實啊，見到佢哋嘅腳步都係咁，但係拔萃女書院呢邊就好集中啦，就尤其係佢哋嘅防守球員都聚晒喺中間啊，因為知你一定係衝埋嚟中間突破啊。咁啊，梁球居呢邊排咗個長人牆戰術，咁但係唔係俾炮手啊，係開咗俾掩護嘅球員啊。
好特別啊！呢個戰術嘗試就做一啲小嘅把戲。咁啊，最尾右 wing 嘅球員跳咗入嚟，咁但係咧就俾門將擋出咗啊。54號啊，溫容啊。咁啊，打咗差唔多17分鐘，咁啊，拔萃女書院係領先緊3球嘅。轉位遠射都係劉希林啊，又係佢啊，劉希林啊。劉希林啱啱咧攞呢個遠射距離非常之靚，咁就令到防守完全掂佢唔到咁去射波。咁啊，同埋大家要留意嘅就係阿希林咧，其實只係一個中1嘅女學生啊。咁就但係佢已經喺呢個季軍戰上面咧係頻頻得分啦，亦都好有呢個大將之風啊。咁啊，亦都啱啱做咗一個好好嘅防守啦。一啲都唔似一個中1嘅同學仔。係啊，真係好成熟啊！同埋相信佢係由年紀好細已經開始接觸手球呢個運動啦，一路去培養去磨練。咁啊，梁球居呢個右邊做咗一個轉位，咁啊都係要靠阿簡子純啊，咁啊去做一啲突破啊。咁啊，亦又再排一個人牆戰術，都係開俾掩護嘅球員，再咧分到去翼位。咁但係同樣嘅結果啊，都係右翼位嘅球員係跳到出嚟射啦，有呢個空間，咁但係都係俾門將擋出咗。其實戰術就成功㗎，但係就係爭埋門嗰一下咯。係啊。好，咁啱啱應該係拔萃女書院叫咗個暫停嘅。咁應該而家時間18分鐘。咁咧半場咧係打20分鐘嘅，咁所以我諗咧劉建斌教練咧咁喺呢個時間點嗌個暫停咧，就係想部署埋上半場最尾嘅時間，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將個比數慢慢拉開啦。咁啊，暫時領先緊4球，其實都叫做有一個空間俾佢去試一啲嘢啦，或者係都相對係安全嘅，我自己覺得，即係4分嘅領先優勢。咁而家就要睇下梁球居呢邊啦，點樣部署下個埋門啦。其實咧佢哋製造咗空位出嚟射波嘅，咁但係就真係爭埋門嗰球啦。好靚啊！而家慢鏡睇翻呢個分波，佢都呃晒。其實個防守係要抹人牆啦，抹遠射手啊，咁最尾就漏空咗個wing位啦。係啊，同埋佢呢個叫做戰術咧，就係因為對方一定要防佢8號啊，簡之純啊。因為佢今場手感好火熱啦，你冇得唔中間排啲人去 block 咗佢個射波嘅路線，咁但係變咗你一定要聚啲人喺中間嘅時候咧，你就一定會空咗個翼位嘅空位出嚟。佢啱啱鏡頭出翻嚟咧，見到咧梁球居係改變咗防守策略嘅，咁佢派咗咧14號柳彤咧就去緊盯住咧劉希林嘅。係啊，盯到已經畫面都見唔到啦。係啦，咁就半場線嗰度交俾佢哋5打5啦。咁啊，睇下呢段時間俾人釘咗希林之後會點部署啦。咁就落到去個 wing 位嗰度，37號吳卓欣，咁但係就柱邊出界啊。咁防守成功啊！今次係啊，即係點樣？有陣時我哋唔一定話即係轉變嗰個防守嘅模式係為咗偷到你個波直接打快攻先叫好嘅防守。即係其實我令到你唔適應，或者甚至乎好簡單。令到你呢一球波射得唔舒服，或者唔係你往常嘅射法，咁已經係一個成功嘅防守。咁啊，見到啊劉希林呢球就好積極啊，防守就殺咗上嚟，停咗8號簡之純。可能梁球居呢邊進攻咧要攞翻好少少距離啦，因為咧見佢開始唔係好走啲大走動啦。都係走啲個人突破為主啦，係咁啊，最後30秒，咁啊都係佢8號簡之純一個咧好快嘅虛晃，咁啊扮去右邊，但係飄翻左邊去射呢個遠射啊！哦，好靚啊！3號盧樂儀嘅封擋，
咁啊，其實我覺得可以用盡晒啲時間啦，即係攞到個球權。依家就變咗兩球居，最後一攻啦，3秒，俾到簡之純，咁就差少少啊，差半步。咁啊，拔萃女書呢邊嘅球員好快嘅夾擊咧，令到佢停一停，咁就唔能夠跳咗入去射。咁就判咗個9公尺嘅自由球，但係完咗場啦，咁就所以會變咗一個定點嘅罰球9公尺罰球啦。咁就唔可以跳啦。射波嘅人就唔可以跳啦，防守就可以跳啦。咁啊，睇下會點樣處理啦。簡之純咁啊，成場波都好 fit 啊，好手感火熱。咁啊，始終太高啊，佢個前面嘅屏障太高啊。咁佢又揀咗個粒射啦。係，咁都係一個冇辦法中嘅辦法啦。咁就半場就拔萃女書9-6係領先梁球居中學嘅。咁但係頭先喺time out 嘅時候咧，咁係領先4分嘅拔萃女書。咁而家將個差距其實變到3分咧，梁球居下半場都仲有得追嘅。係，其實3分咧喺手球嘅世界，雖然就打20分鐘啦，就比起真係正式嘅成人比賽就少咗10分鐘。咁但係咧，其實20分鐘3球嘅上落咧係好快就已經追到，因為手球始終係一個即係節奏好快啊，來回個回合數好高嘅一個運動啦。咁所以3球絕對係唔係一個大嘅分差嚟嘅。咁我覺得最主要梁球居可能繼續喺防守上可能保持住對劉希林嘅封阻啦、限制啦，然後咧就係要解決射門嗰個位置。咁梁球居咧都應該係可以追翻上嚟嘅。我諗下半場即係影響最尾個戰局，就係睇下雙方嘅防守點樣限制對方嘅王牌球員啊。咁啊，梁球居呢邊就係8號嘅簡之純啦。咁而拔萃女書呢邊咧就係劉希林啊。咁啊，睇下雙方嘅教練咧係會有啲咩部署俾佢哋嘅球員啊。因為暫時其實兩邊嘅得分咧主要都係集中晒喺呢2個球員身上嘅。咁我自己就都希望啦，睇到就係有其他球員可以跳出嚟幫手啦，即係譬如拔萃女書呢邊嘅舒晴啦、鄭舒晴啦，梁球居呢邊咧其實就暫時咧未見到有好明顯嘅第2個得分點啊，我自己就覺得。其實10號啦，同埋10號嘅汪楚涵啦，7號嘅曾樂心咧，其實曾經都有入波，同埋有好靚嘅個人突破嘅。咁但係你就要持續地可能幫到簡子純去拉走其他防守嘅空位啦。哇，好靚啊！呢個15號分波，啱啱睇翻呢個慢鏡。同埋就要下半場就睇下雙方埋門嘅成功率啊！即係其實梁球居呢邊嘅埋門次數都唔少嘅。咁尤其後尾比較印象深刻就係2個好靚嘅人牆嘅戰術啦，咁啊俾到落去右威位嘅球員嗰度。咁啊，佢哋都好兩邊其實都好狠咧，派個波落去威位嗰度嘅。咁但係就係真係嗰個埋門成功率就影響咗嗰個分數。咁啊，睇翻一啲精彩嘅慢鏡重播啦，上半場嘅一啲精彩鏡頭。咁啊，雙方嘅球員咧，其實咧都算入得好快。中間咧雖然成個上半場中間咧有啲亂流出現咗，兩邊咧都有失誤啦，即係好多反擊嘅快攻變到再俾人反擊快攻翻啦。咁但係咧去到中後段咧，其實雙方都穩住咗嗰個亂局之後咧，係揾到佢哋嘅得分嘅模式啊。10號汪楚涵，係啊，睇下下半場可唔可以跳出嚟啦，真係。即係都係一個基本功好紮實嘅球員啦。咁啊，另外呢邊咧就見到劉希林啦，啱啱幾球嘅個人突破、遠射、入攝，暫時都泛都睇到嘅喺呢場波度。佢仲有一個中一嘅球員，係，仲有一個中一嘅球員。唔好忘記。咁啊，另外8號簡子純就由其實一開局
由其他隊友未係真係好集中到嘅時候咧，佢就一路挺身而出，直至到成個半場完嘅時候咧，佢都係幫助球隊一路帶住球隊去打。咁啊，尤其佢嘅個人突破啦，都好厲害。咁啊，啱啱兩球右翼位嘅射門啦，有冇見到拔萃女孫嘅門將啊，温容啊都擋到。咁啊，兩個我哋都叫 clear chance 嚟嘅。咁唔知係咪因為就係教練有功啊，即係教練應記一功啊，佢哋嘅守門員教練啦，就陳錦玲啦，咁亦都係香港現役嘅女子手球隊嘅守門員啊。咁啊，作為佢嘅教練，咁相信咧係俾到好多嘅經驗啦、養分啦，甚至乎係一啲技巧佢啦。咁唔知係咪就係影響到佢守到呢兩球波都相信係喺我哋前方就係睇緊啊陳金玲同緊啊龍門去做緊一啲最後嘅指導。係啊，最後一啲輔導啦，即係無論我相信係技術調整上啦，定係心理上啦，都係一個專業嘅龍門教練咧，係幫到好多。因為以往可能好多學校都只能夠請一個教練啦，咁嗰個教練可能又要負責戰術嘅部署，又要負責其他場外球員嘅技巧啊、訓練啊，咁相對上咧，守門員教到嘅嘢又未必好多，再加埋嗰個教練未必係守門員出身。咁但係依家其實我哋所知就好多學校都已經有守門員嘅教練啦，咁啊令到其實門將嘅水平都係提升得好快嘅。咁出翻嚟下半場咧，見到梁球居都係保持住盯住啊劉希林嘅戰術防守。咁啊用14號柳彤啦去盯住劉希林啊，咁啊兩個都係小學嘅老對手老朋友啦，咁啊嚟到精英賽季軍戰啊都要互相緊貼住啊。好，咁見到呢度拔萃女書院咧冇咗阿劉希林之後咧係有少少亂嘅，咁啊淺色衫啊拔萃女書院就係右攻左，咁啊依家深色衫咧就係梁球居就左攻右。好，簡之順發波向前應該做個突破啦，突破分球，咁啊但係再打翻轉頭，好右翼有空位啦，好大位啊！哎呀換咗喎，梁球居換咗個右翼喎，頭先上半場係一隻右手嘅球員嚟嘅。咁啊啱啱啊歐陽子晴啊就射失咗一個左手嘅球員啊。咁教練都調整咗啦，喺個右翼位嗰度，希望喺翻個右翼位可以得分。咁啊其實啱啱就嗰個角度都有啲唔同嘅，比起上半場射失，即係另一位球員射失就係下路。哇咁啊呢度咧好靚喎，見到咧梁球居嘅守門員啊盧樂儀一個好快嘅坐落去嘅動作啊，守咗個下路波，咁啊一個反擊都係佢。哎呀踩界！我懷疑拔萃係有心俾佢射波嘅，即係特登放到咁大個空位俾佢係咪？可能係一個特別嘅部署啦。因為都以一個左手嘅右翼位球員嚟講咧，都幾大位嘅，即係嗰個射門嘅空間。可能就係趁佢啱啱落場咧，佢未摸熟個波，就要逼佢即刻一個射門啦。咁可能佢就未必即刻調整到。咁啊，一球就擋到，一球就踩界。咁啊，呢度有少少可能打到頸，但係就球證示意就繼續啦。咁啊，開翻個波出嚟。哇！柳彤好勤力啊，即刻追翻啊劉希林。咁啊，睇下鄭舒晴中間點樣策動啦。咁啊，一個轉位兜咗個中鋒上嚟先，跟住最尾都分到落去右翼位。咁但係咧，暫時下半場睇咧，雙方嘅右翼位都係有啲射門嘅機會，咁但係兩邊都把握唔到啊。咁可能慢慢已經係演變到門將嘅大戰啦，咁我睇下邊龍門擋得多波啦。嘿，10號，係啊，應該 double 啊佢接波嘅時候甩咗手，跟住咧接完再拍波就係一個 double 嘅犯規。咁啊，球證吹咗個2次嘅運球啦。咁但係其實咧頭先都有一個好好嘅跡象，就係10號咧，阿汪佐涵咧其實係一個好靚嘅突破嚟嘅，咁可能慢慢咧都已經幫助緊阿簡之純咧去分擔下得分嘅角色啦。咁一樣啦，而家咧拔萃都係
5打5嚟嘅，因為阿柳同佢個釘啊劉希林，一個傳球失誤。咁啊，自從釘咗阿希林之後咧，見到拔萃女書呢邊都比較多嘅失誤啊！喺組織嗰個攻勢上咧，好似少咗一個人咁啊，即係對佢哋嚟講少咗一個靈魂嘅人物去俾佢哋傳波啊！咁啱啱都聽到女拔萃教練啊劉建斌都即刻調整啦，可能啊劉希林一陣會去左翼嗰度參與進攻。咁啊，梁球居呢邊有少少甩漏，咁啊簡之純自己突破，同埋分到左翼位，咁就喺個高位嗰度跳入去射啊！好，呢個13號何文嘉，咁啊應該係第1球波嚟嘅。咁啊呢球波啊見到咧，即係簡之純就算自己進攻唔到咧，其實佢都牽引咗好多防守嘅資源配對喺佢身上。吳傑啱啱吹咗係中鋒嘅一個阻擋犯規，咁啊球權就轉換翻去梁球居度啦。咁啊，只係落後2球啫，梁球居9比7啊，落後2球啊！呢球波點處理啦？咁啊，簡之純都係佢由佢發動，咁啊左翼位射唔入，但係中鋒好勤力喎。阿譚海琳好勤力執到個 rebound， 追剩1分啫而家。咁啊呢啲士氣波嚟㗎，即係隊友射失唔緊要，我拼命幫你搶翻嚟，同埋追到1球落後啫。阿梁球居嘅 fans 都嗌得好大聲嘅，我哋頭上面。係啊，即係呢個冚上去嘅叫做攻勢啦，呢個就一定要好好把握。同埋我覺得最主要咧，學界嘅比賽咧係個心態唔好太受影響啊。咁希望拔萃女書院可以調整翻個心態。其實做翻上半場嘅工作咧，基本上應該可以入翻波嘅。呢度有少少甩漏，咁但係咧仲攞得翻個波嘅，俾到去右邊。咁啊，但係防守球員好勤力啊，仍然係對翻啱晒啲位。咁啊，一個突破分球，鄭書晴再俾，咁但係咧梁學居嘅球員拖到個波啊！一個嘅快攻，7號曾樂心啊！咁啊，其實咧睇下慢鏡咧，其實佢一路已經佈住咗嚟嘅，即係你拔萃女書院咧幾個攻勢猜唔入之後咧，其實佢喺個低位嗰度咧已經係一路望住你，等緊你有一下一分心咧，佢就飆上嚟頭，咁啊最尾啊成功咗啊！咁啊好有耐性嘅防守啊！咁而家比數9比9，咁好快啊！頭先落後緊3球咧，下半場6分鐘時間已經追到打和啦。咁啊睇下拔萃女書呢邊嘅球員能唔能夠頂住啦？即係個心態上講緊，即係突然間俾人追3球追和咧，如果你一定唔住自己個人咧，其實你就可能倒水一路倒落去啊！咁啊啱啱連阿希林呢一個好大位嘅左翼位機會咧都射失咗啊！呢個扮假傳真射啊！曾樂心啊7號嘅，咁啊阿舒你冇講錯啊，即係下半場雖然咧簡子純就冇乜點得分，咁但係咧佢嘅隊友就企咗出嚟啦。咁尤其係呢段時間見到咧7號啊曾樂心啦，即係把握到好多機會啦，亦都好信心啊啱啱球，即係假傳真頭啊，自己扮俾波跳入去射，咁啊扼殺防守嘅球員啊！咁啊而家睇緊防守啦，走漏咗，咁啊做咗一下樣嘅動作假射，咁啊呃一呃個門將，令到佢咧有啲出型嘅時機有啲唔啱啊！咁啊把握到，咁啊10比10啊，咬住啊呢段。咁啊啱啱咧梁球居嗰度嘅防守咧就有啲心急咗，你見到佢慢慢咧因為心紅啊浮咗上去，就空咗個中鋒出嚟。咁啊呢度 skip 咗過嚟，咁但係球證啊吹咗個違例啊！走步犯規。咁啊比數仍然係10比10嘅，打咗8分鐘。咁而家要睇拔萃女書院其他球員可唔可以頂得住呢種後追嘅壓力啦。咁啊尤其係將阿希林咧擺咗落去左邊之後咧，其實佢成個下半場佢都冇乜波係掂到啊！你見，哇！即刻跳出嚟啊！15號。
15號呢個劉月欣啊，一個 one lane shoot。咁梁球居如果想做翻好，可能個防守上要專注翻，同埋就要集中翻中間一啲遠射啦。係啊，啱啱空咗一球中鋒啦，跟住亦都輸一球冷戰啦。咁喺度突破，俾到落去中鋒，咁但係咧就被防守夾擊成功啦。不過仍然咧係梁球居嘅球權啊。咁梁球居咧見佢，一個排場戰術啦，又係佢最成功嘅。即係睇嚟係佢哋一路有練過呢個人牆戰術啦。今次都係俾到掩護側邊嘅球員，壓到落去游泳。咁但係咧就即係同一招，我唔會輸你3次啦，我諗應該咁啊。拔萃女孫嘅球員都好集中啦，即係知道你有機會係唔係俾炮手啦。咁啊，簡之純俾到左邊一個小轉位，咁但係咧俾人偷咗個波喎。咁啊，劉希林一路拍住，俾到左邊抒情，咁但係咧又有少少甩漏啦，咁啊睇嚟要定一定啦。好個波可以俾翻劉希林啦，應該。係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透到呢段時間自己突破。咁啊左 wing 空晒，哇！咁啊係啦，防守球員咧喺最尾閂埋去收窄嗰個射門角度嘅時候咧，咁就有掂到個進攻球員啦。咁啊手球嘅規則上咧就係如果翼位球員你跳出嚟咧，其實你防守球員唔可以咁樣側邊攝埋去嘅，即係掂到揩到都唔得嘅。咁啊，所以都係一個合理嘅判決啦。咁啊由劉希林去射呢球7公尺，咁啊挨左射右啊都係。下半場嘅差唔多第10分鐘咧，劉希林先成功地可以射到一球波出去。咁但係佢收起梁球居收起咗本身釘佢嘅球員喎，阿柳彤啊，咁啊亦都被罰打少機會喎。咁啊見到門將都上咗嚟喎，梁球居呢邊。應該係一個7打6嚟嘅。係啦，梁球居啱啱咧就改變咗戰術，龍門出埋嚟咧，咁就有一個7打6嘅攻勢啦，咁就俾到阿簡之純入波嘅。咁啊製造咗一個人數上嘅優勢啦，令到防守就係對錯位啊。咁啊呢個一個好急勁嘅遠射，咁但係咧球證咧就係吹咗一個2分鐘啊。點樣咧？係8號嘅簡子純啊，吹咗。咁啊，唔知有冇慢鏡可以睇翻佢？有啲麻煩啦。咁球證應該係咧，就係覺得拔萃女孫嘅球員咧作出射門之後咧，簡子純仲喺側邊推佢，即係送多佢一下咁樣，咁就吹咗個2分鐘啦。咁啊，都相對係有少少嚴厲嘅，我自己覺得。係。同埋就放翻阿劉希林出嚟啊！咁啊，其實去到呢一段咧，打咗10分鐘咧，你見到雙方主力劉希林啦，同埋個簡之純咧，先至啱啱入下半場嘅第一球啫。咁而簡之純就更加俾人罰咗離場2分鐘添，啱啱。咁啊，睇下呢段能唔能夠頂住啦，因為仍然咧係落後緊1球啊，梁球居。劉希林自己壓住跳入去射，咁啊球證咧吹咗一個越區嘅防守啊。咁啊，因為就示意梁球居嘅球員就係踩咗入去呢個嘅6公尺範圍入邊啊。咁啊，都係由佢主射啦，劉希林今次就射翻佢自己嘅左手邊。佢今次一個快射嚟，佢冇做假動作添，好有信心嘅表現喎，其實都係。同埋你就見到呢個球員佢其實係即係醒目嘅，佢係有佢想法喺度，佢知道我要變，我要令到你唔適應。咁睇下呢2分鐘梁球居係點樣去捱過去啦，要出令到阿簡之純出翻嚟，我諗梁球居先可以發揮到佢哋本身嘅實力啊。咁啊呢球爭少少又失誤啊！咁啊好彩就係對方防守球員咧就係踢到個波，咁啊所以仍然係梁球居嘅球權。咁咧10號同埋7號嘅球員可唔可以跳出嚟幫手啦？咁啊門將一個好精彩嘅撲救啊！咁啊踢咗個射門出去，都係右翼位嘅空檔大手度。
我諗都係有部署過，係盡量可能將個射門嘅機會推落去右翼位俾門將手嘅。喺10號一個違例啊！佢走步犯規。咁啊，拔萃女書呢邊又一個失誤啊！咁啊邊線出咗界啊！咁啊雙方呢段咧都各有啲小失誤啊！佢出翻嚟啦，簡之純。咁啊今次咧就見到拔萃女書呢邊就釘咗7號喎。咁啊，反而令到簡子純可能仲多咗空位啊，去突破啊。咁因為咧，教練就可能覺得下半場嘅7號咧，阿曾樂心咧就比較火熱啦狀態，咁啊釘咗佢，咁就令到阿簡子純咧就可能更加敢去啦，因為少咗個防守球員喺佢前面。咁啊，柳彤啊出翻嚟㗎咯喎，都係緊貼住啊。劉希林係啊，咁啊，舒晴自己一個嘅突破，咁但係就唔成功啦，吹咗個9公尺。咁啊，拔萃女書呢邊咧都做過人牆嘅戰術咯。咁啊，差唔多嘅走動，咁啊，不過俾左邊嘅球員，但係佢射唔到咧，佢自己傳翻出嚟呢下就有啲大意啦。咁就俾梁球居偷到個波啊！好快啊！頭先梁球居喺遠邊過嚟嘅防守，都好清晰地去偷佢哋個手球。同埋我諗就係射門嗰個球員都冇話好有決心啊，即係佢冇衝到好行啊，即係有啲猶豫嘅情況下，令到防守球員係更加放膽去飆啊！咁啊呢度就俾防守球員係打到啦，咁亦都吹咗個9公尺。我諗咧，梁球居而家應該將個波咧派過去右邊，就拉闊空位咧，就俾簡之純做突破啦，都係。係啊，話口未完啦，咁啊突破翻右邊，咁但係咧喺夾擊底下咧就好彩令到佢個波翻唔翻出嚟啊！咁啊一樣喺右邊開始。咁啊，8號簡之純會唔會做個排場戰術咧？應該攻得差唔多㗎啦，我見佢哋都係個進攻距離啦，即係攞得唔係好好啊！即係令到簡之純一攞到波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要對住個防守球員啦。係啊，wing 位啊，簡之純，好簡之純突破嘅時候咧，咁就撞到拔萃女書院嘅球員，咁喺補防嘅時候咧，咁就撞到佢個波應該。睇翻慢鏡啦，咁啊見到咧補防嗰下咧，首先球證就覺得補防埋你嘅球員咧係喺側邊攝入嚟啦，咁就所以就吹咗個2分鐘嘅罰則俾佢。咁而好唔好彩咧，佢就困到簡之純射波嗰隻手，咁就打到塊面咁啊，變到佢係俾人打住去俾罰離場啦。咁啊換言之咧，拔萃女書呢家咧係打少一個球員嘅。咁啊時間打咗16分鐘，咁啊由柳彤去主射，咁啊冇問題啊，佢表示13-13啊！哇！柳彤入完波慶祝完就即刻守翻啊劉希林添啊！即係柳彤呢一種嘅球員就係好穩打穩紮啦，佢好清楚自己喺場上面要做啲乜嘢，即係攻防都係兼備嘅。咁啊教練係最中意用呢啲球員嘅。咁啊5號啊李海琪，咁啊自己一個突破射門，但係俾人擋到。咁啊，曾樂心好快嘅一個反擊啦，自己一路衝到好行咁樣飛入去射波，咁但係咧就最尾咧吹咗15號啊，拔萃女書嘅球員咧係阿劉月欣啊，就係吹咗佢2分鐘罰則嘅，咁啊慢鏡睇翻啦，
就係雖然佢想搏進攻犯規，但因為佢唔係一早已經喺嗰個位置啦，球證就覺得，而係你喺最尾嘅階段你先至側身攝入嚟，亦都唔係正對啦。咁啊，再次由柳童去主射呢個七公尺啊，咁佢亦都把握到啦。咁啊，應該印象中咧係梁球駒第一次嘅反超前啊。係啊係啊，而家14-13啊，時間嚟到差唔多17分鐘，咁比賽剩翻3分鐘啫。咁睇下拔萃女書院係點樣調整啦。因為打少2個球員嘅，其實呢段情況咁啊，阿劉希林啊，自己有個機會就衝入去射波啦，咁但係咧就擋咗出嚟咧，因為佢喺入邊，喺6公尺入邊，佢唔可以喺入邊行翻出嚟再攞個 rebound 嘅。咁啊，話口未完啦，把握住人多打人少嘅呢個嘅時候，咁啊6號啊，周允熙就喺右翼位有個空位嘅射門嘅空檔啊，咁今次佢把握到啦喎，咁啊15-13啊，時間咧打咗17分半，咁啊領先2球啊，梁球駒。咁要睇下拔萃女書院係點樣調整啦。即刻嗌個暫停啊！你見教練阿劉建斌，咁啊因為由一路領先啦，去到最尾呢2分半嘅時間，首次落後，亦都打少2個人，咁啊都有啲困局啊！我相信。其實個困局咧最主要喺下半場開始佢釘咗啊劉希林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有少少有個暗湧出咗嚟，係啊，唔係好流暢啊喺進攻嗰度。跟住梁球駒就喺中段就把握到機會啦，就靠7號啊曾樂心啦，曾樂心咁就打破僵局啊，咁就慢慢將嗰個分數拉近，而家甚至反超添。係，同埋下半場你見佢哋好多就係防守上嘅直情1打0偷晒你個波，打快攻啦。同埋最關鍵就係最尾嗰2個嘅我哋話叫 transition 咧，就係拔萃女書嘅球員咧選擇攝埋去啊個防守，即係其實嗰球佢已經慢咗啦，咁你仲應唔應該咁樣攝落去咧？哇！啱啱柳童一個關鍵嘅抄截啊，佢已經係俾劉希林擺脫，劉希林已經擺脫咗柳童啊，但係柳童隻手好長咧，咁啊從後再拍走咗劉希林掃到個波啊，咁啊再攞翻個球權啊！咁啊呢度定住咁打7號，呢個好靚嘅突破啊！即係你見到個波一路由右邊掃過嚟，咁就防守球員就一路順住褪嘅時候咧，就去到曾樂心嗰度，佢突然間一個反方向，令到你防守球員你踩實咗，其實你都褪唔切。咁啊劉希林自己要發爛突破啦。咁啊，但係人數上始終打少一個啦，都係靠劉希林走翻出嚟啊！而家咁啊16-14啊，就係梁球駒係領先2球，仲有分半鐘。咁啊，教練都示意釘人啦，因為咧時間所剩無幾啊。咁啊10號自己突破埋去揾柳童，咁但係咧就俾防守球員咧係掃到啊。不過仍然咧係梁球駒嘅球權啊。咁啊8號簡之純自己一個突破，咁但係咧就吹咗9公尺啊。時間得翻1分鐘啫，咁啊梁球駒就即刻嗌個暫停啦。咁部署埋最後1分鐘啦。咁我相信呢個暫停出翻嚟咧，其實梁球駒嘅球員已經唔能夠再不斷猜波啊，因為佢哋本身暫停前已經係猜咗一段時間啦。咁相信球證都會即刻好快就舉手示意嘅。咁喺手球嘅規則入邊咧，如果球證覺得即係你冇主動去進攻啦，或者已經進攻咗一段時間咧，都未能夠有射門嘅機會咧，球證就會舉手啊。咁你就只能夠得翻4次嘅傳波機會嘅啫，咁就要無論咧你嗰4次點樣咧，你都要射咗個波㗎啦。咁啊呢一波嘅攻勢咧，可以話係直接就係影響個賽果，因為如果呢一波攻勢守到咧，然後打到個反擊咧，咁就
時間上咧係仲有價講嘅，我覺得即係仲。希望30秒內可以做到11球同埋入1球波啦，拔萃女書院。咁但係如果呢一球咧，梁球居係成功攞埋咧，咁啊領先3球咧，咁相信時間上咧都冇乜懸念啦。同埋我估梁球居頭先暫停應該咧，阿教練都會講係點樣去拆解拔萃女書院嘅人釘人啊。咁啊開波啦，咁啊簡子純自己突破，但係俾防守對到啊。應該差唔多時間，會唔會舉手咧？咁啊時間就唔會停標嘅。咁啊一個人牆戰術，俾到7號曾樂心自己轉身衝入去，咁但係仍然守到，都係曾樂心繼續衝入去。咁就呢度咧就吹咗啲發生咩事咧，就交代一下，就係曾樂心就照衝入去啦。咁拔萃女書嘅球員就覺得球證會吹9公尺，咁就一路放遠咗個人。咁但係咧自己就俾人推入去6公尺入邊，就變咗越區防守。咁就球證所以就吹咗個7公尺，由柳彤主射，咁啊3射3中啦，佢嘅7公尺下半場。咁啊領先3球，最後10秒啦。咁啊，俾到中鋒啊，呢度走甩咗。咁啊，23號梁博希，好咁時間都夠啦。咁啊，恭喜梁球居中學啦，就下半場啊反敗啊為勝，咁就最尾以17-15啊，係贏得今屆嘅 BO 咧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嘅女子組季軍。咁我覺得個關鍵就係下半場柳彤嘅防守啦，最主要係凍結咗阿劉希林嘅攻勢。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啊，其實賽後啊，一影埋去你就見到柳彤已經係喜極而泣啊，真係好開心啊！即係尤其係喺自己發揮得好嘅情況下，幫助到球隊係逆轉啦。咁就呢一個勝利係嚟得特別係呢個果實係特別甜嘅。咁啊，但係咧都要讚一讚就係拔萃女書院呢邊啦，都打咗一場好嘅比賽啦。咁雖然下半場咧佢哋嘅進攻就可能受限制啦，冇上半場咁點開花。咁但係咧仍然係無咗佢哋今季其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賽季啦，殺到入嚟精英賽嘅4強。咁同埋都係頭先講拔萃女書院整體嘅陣容都係比較年輕嘅。咁啊，希望下年去捲土重來啦。係啦，咁就啱啱開波前都有講到啦，即係與其話呢一塊銅牌重唔重要咧，都重要嘅。咁但係雙方咁多年輕球員底下，其實今場波嘅經驗啊，佢哋犯嘅錯啊，或者有嘅得着啊，對佢哋日後仲有好長嘅手球路啦，係一個好大嘅養分啦。即係相信今場波對每一位球員嚟講咧，佢哋都係拎到一啲嘢走嘅，咁先係最重要啦。咁啊，見到鏡頭見到有好多嘅支持者啦，咁啊雙方嘅支持者都有啦，相信就好落力啊！全場我哋都聽到全程喺度幫佢哋嘅球員打氣。咁啊，睇翻少少下半場嘅精華片段啦。咁啊，我諗阿舒，我同你即係下半場比較深刻咧，都係阿梁球居呢邊嘅曾樂心啦。即係喺簡子純被凍結啦，或者被嚴密防守嘅底下咧，其實咧阿曾樂心咧就企咗出嚟喎。即係直至到最尾咧，佢嘅突破啊，所有嘢咧，佢都係好有自信心嘅。可能佢就係知道阿簡子純2分鐘之後咧，佢就要跳出嚟嘅嗰段時間。
咁啊，亦都不負眾望啦，就係即係可以話係全靠佢啦嘅影響底下咧，就令到拔萃女書嘅防守係有啲適應唔到啊！即係本身佢哋可能好多嘅集中力擺咗喺8號簡之純身上嘅，咁但係突然間亦都有一個好厲害嘅突破點出到嚟。咁相反咧，拔萃女書呢邊咧，希林俾人釘咗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冇見到好似一個曾樂心嘅球員咧係企到出嚟去作為一個自己突破或者帶動嘅點啊！咁就令到喺防守上咧，梁球居都冇咁大嘅壓力啦，就係純粹揾柳彤去釘咗劉希林，咁就已經令到佢成個進攻係好唔順暢啊，好唔適應。其實都有嘅，你下半場睇翻咧，拔萃女書院可能都係靠翻一啲中鋒啊、一啲配合去做，咁但係就比較少啲成功咯。15號啦，15號一個遠射其實都有跳出嚟嘅，但係就唔夠曾樂心咁有影響力啊。到最尾就係當樂心即係好順啦，令到防守球員要再對佢嘅時候啦，呢個時候咧簡之純先再企翻出嚟。咁啱啱慢鏡好多鏡頭都見到就係兩位啦，就係8號、7號兩個球員嘅好多自己嘅個人突破啦，都好出色嘅。同埋不得不讚柳彤最尾嘅大心臟，佢由落後1球嘅7公尺，打和嘅7公尺，反超前嘅7公尺都係佢施射嘅。所以就呢個雖然佢年紀輕輕啦，但係佢嘅心理質素都好高啊，即係壓到場啦，抗壓能力。咁鏡頭都見到啦，就係佢好開心啊！贏咗波之後。好，咁而家頒發咧就係女子組嘅季軍啦，咁就係順德聯誼總會梁球居中學嘅。咁梁球居係過往2屆嘅冠軍得主啦，咁今年呢，就係有一個新舊交替嘅情況下呢，咁就屈居咗喺季軍嘅。咁但係呢，佢年青嘅球員呢都表現得非常之出色啊！咁我相信呢，佢喺若干年後都會翻去決賽嘅席位嘅。我諗學界賽事嘅精彩嘅地方就係呢度啦，即係你好難有一間學校係永遠都係佢贏嘅，即係總會有遇到就係球員啊、學生新舊交替嘅情況啦。咁點樣就係能夠再次捲土重來，做到一個傳承啦，令到即係新一輩嘅球員再次咧就係接過呢個火炬，係再次令到呢間學校呢個運動係強起嚟咧，都係一個對教練啦，甚至乎學校嚟講咧係一個幾高深嘅學問嚟嘅。咁而梁球居佢哋一個好強嘅地方就係佢哋一路以往都係手球呢個運動對佢哋學校嚟講係好強嘅，即係雖然今年不幸就落咗季軍戰啦，咁但係其實佢哋一路都係前列嘅位置，經常會喺精英賽度見到佢哋嘅蹤影嘅。同埋就算佢哋嘅球員都係咩成績都好啦，佢哋之後咧畢業出嚟咧都仍然喺手球界活躍嘅梁球居嘅校友。尤其係好多嘅女仔嘅球員啦，都會入讀咗中文大學㗎，我見。咁就所以令到中文大學嘅女子隊都 keep 住有一個競爭力，就可能都係關呢個原因事啊，就係因為好多梁球居嘅球員就係會畢業去咗嗰度。咁再次恭喜佢哋攞到今屆精英賽女子組嘅季軍啊！